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呢，除了分享主的话语之外，我们在讲道完，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那每一次我们在1个月有一次的医治祷告时间，都会邀请弟兄姐妹勇敢的到主面前。那个是一种行动，一种信心，一种盼望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代祷团队包括我们的小组长，都可以到前面来为每一位需要代祷的服事来按手做服事祷告。另外这一个祝福祷告完成之后，我们的幸福小组也要举行差派。我们在第2堂礼拜有4个小组那请副长还有我们的幸福小组组员呢，就等一下一起到前面来，我们是要做一个宣告，一个祝福每一个小组都准备了非常有活力的队呼来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跟每一个幸福小组同在。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一起参与整个教会的敬拜服事。我们不只要领受神从天上降下的恩典跟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宣告，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使者，受差派来祝福更多的人。许多失丧的灵魂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就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恩典的团契。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勇于突破，勇于受呼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福音使者广传万邦，是从今天这2段经文里面得到的一个启示那开始的时候要先讲一下我们牧师曾经参观的一个教会来做开始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韩国的一个教会，叫做泉州的安提阿长老教会的故事。那泉州是就远离那个首尔比较属于中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城市吧因为他们的一个省叫做道理的道就是好像一个都会的样子，但是一个州就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类似我们的县一样。那这边有一间长老教会，那这个缘起是因为牧师大约是在2002年2002年已经20年前了，就结束了我们在富强教会的服事，我们就到高雄去当时离开的时候，我现在回顾起来，真的有神特别的恩典。记得在离开前呢，我跟谢牧师有邀请我们当时的长职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团队，那一起来读一本书，就是直奔标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本书呢，成为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非常好的、有很好的逻辑理论那大家一起读。那个时候我离开，但是没想到神的动工就开始在我们富强教会。隔年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配合我们整个弟兄姐妹大家参与学被改变那我们就朝向一个转化的过程大概有参与过的都这个故事很熟悉。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传统的长老教会的体制，我们慢慢走向小组，我们走向一个多元化的礼拜，还有敬拜赞美，还有侍奉团队，还有代祷团队，就陆陆续续就成长了起来。不过那个时候我跟谢牧师已经离开了就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富强教会改变那么大。那其实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是我跟谢牧师觉得我们自己要先改变。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们已经牧会18年，就是我们的牧会资历已经18年了。那从学校的学习一直到整个教会工作，那个时候的概念比较倾向于说，你就是要尽忠成为一个牧养者牧会啦，照顾会友啦，弟兄姐妹有什么样需要帮助的，你就是要尽力去做这样子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气氛也感觉说，好像传福音很困难
能够进到主里面的，真的是万中选一吧。所以那个概念也觉得说，好像传福音有就不错没有也没办法，好像很无奈哈。但是那个时候感觉上说，觉得好像缺了什么所以刚好在高雄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整个中会就是整个高雄区的教会，大家开始有一个决志说，我们不能一直留在原先的教会牧养，弟兄姐妹大家觉得很 OK 很棒享受在教会里面的恩典就够了。我们要学习突破，一方面突破就是除了这些教会的改造，就像我们自己互相在那个改变的过程一样，我们也在高雄也是众教会一起学习改变。那有一个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去观摩，因为你自己闭门造车或者拿书来想讲不出来，看人家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就是一个非常热络的一个访韩盛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互相教会也有好多次，很多人去参加。不是说他们那边是绝对完美，是因为别人做到了，我们还没做到，我们就是学嘛，就是学习嘛。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高雄的福气教会，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在1990几年才开始1998年左右吧，他们也是从头学。哪一个地方有，我们就是学，好像产业去吸收、去学习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一个访韩盛会，除了会众会友的全部一起访问以外，他们还觉得说，我们也有牧者的时间牧者亲自去做造就，那更好因为你在暑假大概7、8月的时候是带会友去经历，那牧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好像退休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定在每年的2、3月那个时候韩国还很冷很下雪的时候，反正大家你去就是要去参加一个灵修会嘛，所以就住在那有暖气的一个大楼里面那就在这边参加。那大家觉得意犹未尽，除了在那边每一天早上就5、6点就起床要参加特会，之后才吃早餐呢。感觉就心灵上受到很多的冲击，但是也得到很多的滋养那慢慢一些观念被突破、被改变。那后来呢这些牧者呢，觉得说还意犹未尽，觉得参加这个研习会很多牧者来专讲还不够，他们就说是不是能够在结束的时候还有1、2天的时间可以去参观了就到各地有好的发展的教会参观。那记得有一年大概很早2004年，我跟谢牧师参加这个访问团呢，就去参加了这个泉州的安提阿长老教会。因为同样是长老教会，感觉特别亲切。不过这间教会呢的故事有一点震撼，让我们得到震撼。我们去访问，大家都怀着那个期待的心嘛说哇，这间教堂不知道多大、多宏伟多庞大这样子。不过我们一去附近停车场是不小了，但是礼拜堂是长这样子，不是后面那个高高的楼是前面那个黑黑的部分。这个叫做安提阿长老教会。我们说奇怪，这种教会怎么长得跟人家不一样有没有像欧洲那种高塔不然礼拜堂，韩国的礼拜堂也是很高很大那原来我们一进去里面才知道说，它就像一个我们如果你在开车经过我们的隧道就知道了我们的那个雪隧大概就是这个圆圆的。远的听了这个故事，心中真的很震撼。他们这一个礼拜堂，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盖起来，因为他们是在1983年有一个李东辉牧师，他租用美军他们在战时的铁皮屋飞机棚那是铁皮屋飞机棚很便宜，而且美军已经就是不要了，他是把它可能半买半送吧，就移到这边来把那个飞机棚一节一节把它接起来所以你注意看它的那个长度很长，你看从尾边看到前面你看多长跟我们教会横的不一样，它是直的很深很深。那其中借着那个电视荧幕来
辅助他后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楚。那当然，这一个外观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注意，但是重点是他的故事了哈。他们成立了安提阿长老教会，他们宗旨就是以宣教为最优先的使命。他们就是前提，你要加入我们安提阿教会，请记得每一个人都要有宣教的使命，传福音啊，他们就是这样子哈。然后他们的奉行的经文主题就是这一段，我们都很熟的《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可以吗？再念一次，预备来。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作见，来做指标。就是说这段话，我们很多人不会背，至少都很熟了。但是他们就真真实实哈，就是原本的把这段话当时他们整个教会的一个使命的宣言，就成为传福音的一个指令。他们觉得说没有折扣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把传福音的地域观念哈，就是领域啦，他们把耶路撒冷代表他们这个全州这个城市。然后犹太全地是什么？犹太全地就是韩国，那撒玛利亚就是过了国境嘛，哈，到亚洲各地，地级是海外全世界。那我们常常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做很多的诠释啦。有的说，那当然你要从最近的开始啊，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开始，没错。比如说像我们台湾，那当然你要从台南市开始传福音啊，然后再来到各城市嘛。要么就再来到东南亚嘛，但是它的概念没有问题哦。但是他们说我们是4个方位全部一起进行了。不然你从耶路撒冷一直在耶路撒冷，那你没有进到犹太撒玛利亚，那还不够。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同步的4个方位全部进行，这是他们传福音的理念。而他们的这个在那个大厅里面放了一个世界的大地图，上面一个黑点哈，如果近看是一个小十字架，他们贴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一间教会派的宣教师去传福音的据点。你看，非洲、那亚洲、欧洲，还有中南美洲，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有一个小点啊，是绿色的点，是我们台湾。他们都派了宣教师过去，他们的置物柜哈也把的布置也用地图哈，用地图把它拍下去。他们的一间房间里面哈，摆了各宣教师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那边不是有特别的纪念品吗？哈，他们有些旗子啦，还有一些衣服啊，传统的衣服，他们就收集起来放在那边，是要跟所有的会友宣告说，我们的福音使者到各地去传福音，你们要成为他们的后盾，要为他们做祷告这样子。那安提阿教会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样设定我们的传福音的力道呢？他就学了圣经里面，耶稣不是从桑树上叫了一个撒该下来吗？这个撒该决志以后，他就跟耶稣回应说，我要将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的要4倍还他。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们要根据这一段经文，撒该的决志，我们也要把我们教会所有的经费一半用在宣教上面。哇，这个很大的节制跟信心，对不对？鼓励每一个信徒，就说你加入我们安提阿教会就是11奉献没有折扣了。那其中10%归上帝，就是维持教会运作；10%在教会的事工运作而已哦，其他都怎么样？20是用在土地维修贷款。那换句话说，他们所有经费只有30%用在教会里面，其他70%都要出去，用在传福音上面。我说那个他们心脏太强了吧，对不对？70%就说你的薪水70%用在别的地方，不用在你家，那你还受得了吗？但是他们就是用这种节制，就是倾尽所有的。就这样做，所以他们的植入学青少年这些
自己不能奉献的就很大的一种挑战了。因为怎么样呢？他们要自立自养，你不能靠那个富爸爸来帮助你，要给你经费他们要自己去筹所以呢，他们甚至这些都成立了许多社区宣教跟海外宣教的社团组织，他们都要自筹经费。他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习惯不给就习惯了就好像老爸不给你零用钱你就自己去努力吧去打工吧，或是去节省你的费用吧，就是有一种心态上就这样的决志，所以他们就无后顾之忧就对了，反正一无所有就往前冲嘛。那在我们的访问已经过了20-20年了目前我资料没有更新，但是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10年前就在全世界90国派出400位宣教师，请记得是一间教会就一间教会有做到那么大，甚至我们的花莲的阿美族，他们也设立一个据点来这边传福音，派了他们的宣教师，所以他们那个展览室里面可能我们那个坛员大家觉得说，台湾也有所以就把台湾的国旗拉得宽宽的把它拍下来就是这一间教会，他们把去的国度都把他们的国旗放在那边。这边是来台湾的宣教师跟我们阿美族的这些弟兄姐妹所合拍的照片。那安提阿长老教会他们会有12000名，他们期待他们的目标是3万的会友，有3000名的宣教师。所以呢，每年的投入了500万美金哇，500万美金不小的数字做宣教事工，所以他们比撒该的一半还更多啦，就超出65%当然宣教的预算。他们知道说，倾尽所有，你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其他神要预备。但是他们更重大的是说，他们也像我们教会一样，他们成立了一个代祷团队，而且因为他们人多他们设立的代祷室呢是24小时365天，就是真的像祭坛里面的火不熄的所以这间是我们拍一个姐妹在里面祷告，我们不敢干扰她，从门外拍的他们的祷告室你知道韩国人很特别，他们都喜欢坐在地板上地板上坐着很习惯不像我们都要有桌子椅子他们这边就叫做以利亚祷告祭坛，就是为了宣教事工那这张就刚刚拍的那一张，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地图在显示。他们学习，你知道这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他们当然就是学习在使徒行传所提到的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传福音团队传福音嘛那保罗他们被差派，他们的口号是什么？让我们因生活的不便，才能专心的来宣教。因为你生活不便你才没有什么累赘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包袱所以我们就常常有人在网络上听到一个小故事，也蛮有趣的。他说这个就是有关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创世纪基金会吗？他专门在照顾那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没有办法行动的那些植物人那个创办人姓曹曹弟兄，他把所有的退休金都拿出来，就开创这个当时很多植物人没有人照顾，很大的有的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他在创立的时候就讲了这个故事啦。他就说，在南海有非常好的经书，那有2个人他们准备要去取经了要去取经。一个是富家子弟，他们说这条路那么远所以我就好好预备钱，预备路费，预备各样的东西，准备好，准备出发。另外一个是穷书生他说反正我也没什么钱，就出发吧。这个故事就是说，你的这个穷书生已经去取经回来了那一位富家子弟还在那边预备，说还没弄好等弄好再出发。换句话说，安提阿教会他们就觉得反正一无所有了，所以我就勇往直前了，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他们用这样的口号来鼓励他们的会友。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牧师
很大的震撼，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说怎么样在灵命上的翻转，那也开始学习说我们的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但是其实是亏负神的荣耀，也没有把神的呼召看成一回事。所以虽然长老教会以前这种观念也蛮强的，就是说你只要把教会牧养好，会有大家弟兄姐妹平安喜乐，那就很好啦。但是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也开始鼓励。当时我在高雄盐城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年轻人走出去，教会支持你，就举办那个福音团队那个短宣队，他们真的是这样子他们刚开始当然没有说很足够的准备，但是他们就学习在暑假的时候，先在教会协助主日学举办夏令营，然后把夏令营全套的东西都学好，全套的东西准备好，然后下一梯次就跑到澎湖，那跑到原住民那边，甚至跑到花莲的原住民的教会，甚至跑到屏东你知道在恒春附近有那个原住民的排湾族的教会。重新来过一次，因为他们已经在教会办过一次了嘛，他们就办了一次，带领他们的青少年主日学生一起来办夏令营，他们刚开始也很害怕，说哇这个不方便呢，去那边也没有吃好的住好的，都要住教会的地板呢，有的没有冷气怎么办？但是就是要让他们去体验说，为了主你愿意受苦吗？然后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到现在。有的在盐城教已经当长职了，我很期待说他们当时所做的历练，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翻转的力量。我说那个时候我在高雄，但是真的很感谢主，说我们富强教会也同样在改变，我们经历一个10几年的一个灵命的转变，还有我们教会的整个体制结构大改变，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今天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做差派，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小组里面，但是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我们的共同的注意力，特别是在这一段幸福小组推动的时期，你都有份于代祷、支持来参与他们。所以我们要复习耶稣所做的福音呼召的使命。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跳过不读，它有2、3个重点。第一个，主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智。你知道吗？读圣经有人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没有感动。你背经句背得很熟，也没有感动。是你要先求神来开启你的心智，感动你。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以前常常读某段经文，读了都没感觉，什么今天特别有亮光，其实就是主开启了你的心。所以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先不要说我要把它完成我的任务，今天读多少把它读完。好像为了交作业，你就是安静在主面前说：“主啊，今天我要读的这些经文，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开启我心灵的眼睛，看出这个话语的奥妙，那种激励，那一种茅塞顿开，那一种感动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先感动这些门徒，然后就差派他们宣告说：你们要做福音的见证人，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然后提醒他们这一段话，我们在《使徒行传》也一样提到了，因为是同一个作者路加，他说要在城里怎么样，要等候啦。你不要以为你做好了什么都会了，等候等候神是能力给你啦。这个能力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呢。让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的心，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天虽然今年疫情还没完全结束感觉大家有一点还是没有办法很大的一个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过有6组开始了，那我就看到这段经文一个很棒的启示啦。他这段话怎么说呢？我们再练一遍可以吗？启示录14章6节，预备来。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各种语言的人宣布。
在你的脑海中，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印象有一个天使在天空飞，他的任务是传福音，永恒的福音，而且是遍地的，各地各民族各语言的。这让我想起说，在2000年前这空中的天使在今天看起来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在视讯上面也有我们弟兄姐妹在做礼拜，对不对？这个在空中的天使真的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子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更何况最近呢，新的手机出来了，他说你都可以透过卫星直接来传播，以后不用基地台，你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范围里面，真的是这种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但在2000年前，这个飞天的天使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把它想象，或是我把它印证说，这个福音使者的启发，说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有很宏的福音要向世界各国、各部落、各民族、说各种话的人宣布。宣布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你就是这个飞天的天使，因为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就是为了要去把这些被死的找出来，要把福音传给各地有可能的地方环境。所以我们今天期待我们的幸福小组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代表，你们就是福音使者，要让福音广传万邦。我们的第5期幸福小组已经从上个礼拜就开跑，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的中秋节所以我们晚了1个礼拜差派。我把它看成说，每一个小组的同工就像空中在飞的天使，你们的共同使命就是要像贝斯的来传播永恒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第5期幸福小组一共有6个组，6个幸福小组，陆陆续续已经从礼拜2，然后礼拜6，还有今天下午就要陆续开展了还有2组他们的筹备比较后面一点才开始，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6个组都已经启动了。最后我要分享一些图片，让他知道说，虽然你不是参与在里面，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有一群人要到前线打仗，我们总不能在后面还在打粮，还在喝冰水说你们去吧，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来祝福他们那这个是我们在礼拜4所举办的幸福小组激励分享会，我们有40多个弟兄姐妹同工来参加那感谢主，大家都很踊跃的发言。我们有小组长介绍，组长介绍他们的组员我们的区长来勉励这个是我们的满族长老的分享，这个是我们的喜安组长的分享，这是我们的医院的院长，我们的刘启举院长，他也办了一个组，刚刚早上已经差派了那是我们的硕龙区长来介绍来分享勉励，我们的魏鹏长老约书亚牧区来代表分享。那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一起祷告、一起祝福、一起开始的一种互相鼓励。那感谢主，我们这2-3天都已经陆续开始了这一个是我们最年长的鼓励幸福小组，也在第1堂礼拜宣告差派了那他们在组员也一起学习，他们等于是都没有经验就从头开始那这个是我们的宝贝幸福小组，他们在昨天也开启了他们一群base 的都来了。这些同工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即使到前一天都还不确定到底有没有base 的要来，那他们就是勇敢交托，就交给神神就为我们预备。这是他们鼓励幸福这个刚刚是遇到幸福小组他们在会前的筹备这个是鼓励幸福小组遇到幸福的邀请卡，这个是安恩幸福小组，他们在上个礼拜先举行一个餐会，其实就是在一个热身暖身，因为他们就开始先邀请贝斯来参加这个聚餐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的安安幸福小组的邀请卡，很多弟兄姐妹用他们的创意把它设计得美美的
那就是紫苑幸福小组在上个礼拜五就前天了办的这个筹备会，昨天也正式开始了。这是他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子兰执事昌成执事觉得很温暖，很感动了他们呢为了要办幸福小组把他们全家都重新改装，改装成一个非常nice、非常温馨的、非常漂亮的，让贝斯去觉得很 OK、很棒的场地。他们就是为了让幸福小组的这些贝斯来那边感受到非常的棒的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小区块一个聚会，然后这个是分享然后他们很用心为了让这些贝斯能够安心的来参加，而且能够享受他们准备的吃的东西，他们还做了隔板比餐厅还周到隔板呢，每一盘都摆盘摆得很漂亮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开张有没有买对外营业了很漂亮。这个是他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新朋友来的时候一个分享。那唯一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些贝斯他们感受到，因为小组弟兄姐妹的关爱，他们的心被打开，愿意接受福音。唯一的目的就这样。安提阿教会花65%的经费，就是为了传福音。那我们富强教会，我们从一个幸福小组的模式来开始，但是不只是幸福小组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福音茶会，我们的新朋友关怀都是很有力道的，是同样在不同领域在传福音的。那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从安提阿教会，我们至少学他们的1/10吧，我们也是有这样福音的负担。最后牧师要分享一个宣教师的故事，他叫做约翰培顿，是苏格兰人，跟我们长老教会的宣教师同样发源地。他比马雅各医生更早，他来到南太平洋一个叫瓦努阿图，就是他现在改名叫赫布里群岛，当宣教师。他离开后，那边的基督徒设立一个纪念碑，写了这一段话，纪念的碑文感觉非常的感动。他说，1848年他来时，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全部土著这个岛上的人没有人信耶稣没有人认识主。但他说1872年多久呢？24年在那边传福音。他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因为他的努力，全岛信主，全岛信主。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小组里面，我们不是说大肆鼓吹大家都组成幸福小组。其实这个幸福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小组的架构下成立幸福小组。为什么呢？你可能有各百般的武艺来传福音，但是重点是这位 Best 他接受福音之后，你要牧养他你要陪伴他，至少要陪伴了1-2年吧，让他从那个陌生到成熟，对信仰真理、对服事、对传福音有概念。那所以必须要一个小组的架构里面来牧养他，来照顾他。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也是一样，这样学习这样的这个架构传统。但是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努力。第一个，你可以用祷告来参与这个福音行动；你可以第二个奉献来参与这个福音行动。我们教会在4-5年前呢，我们的礼拜堂的这个建筑经费都完成都偿还之后呢，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叫做宣教基金呢。换句话说，我们硬体盖好了你硬体盖好是为什么？为了要享受吗？不对吧？我们是为了在这边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地，操练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有2个这个主要的专门的经费，就是门徒训练基金，一个是宣教基金。这些就是为了装备门徒，要成为传福音的力道所以我们可以参与这个奉献，参与传福音。那再来就是以行动。刚刚就讲了，因为在这个架构里面，传福音才有它的功效跟后续的照顾，
但是如果说你是单打独斗的，你是一个普通没有参加什么团契都没问题啊。你可以引领这些 Based， 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机会来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行动。所以我们在11月13跟20号，我们有2堂的一个福音组织。那你可以预备心，邀他们，为他们祷告，一个认领的动作，然后为他们祝福祷告。有一天他们也能够来到教会，参加这个福音组织，一起领受这样的福音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祝福。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你如果心中有需求，你的肉体有病痛要受代祷的，你就预备心来到前面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诗歌。我们邀请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小组长都到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之后就才开始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为了回应主的呼召，把1半以上的经费投入传福音。主啊，我们富强教会今天也有幸福小组要受差派，要一起加入这个福音的行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以行动、以祷告、以奉献来参与这样事工。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主面前，他们有肉体的病痛或心灵的软弱，需要代祷的，我们求神亲自动工，在我们的祷告中成就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以下是祷告的时间，我们请